要想抓到孙悟空，必须先找到月光宝盒。为什么？他死了，你不要再骗自己了，他不值得你爱，他就是个垃圾。是啊，就怎么样？那不让他死。1个时辰之后，你会被自动返还到这里，而且你不得使用法力，否则也会被视为图谋不轨，一样会被处以极刑。金霞，你要记住，六耳猕猴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骗你。好吧，我们把猪八戒跟沙僧给抓住了。我知道你们被抓了，所以啊，会让你们王找机会带你们出去。刚刚机智时光倒流，相遇也是必然。也就是说，唐僧还是会回去。啊，我懂了。终于有肉吃了。命，这么快就怂了，肯定不是他。不是你们要干什么呀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兄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实不相瞒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。其实，等，我就不应该问你们，我也不想知道你们有什么秘密。知道了，人人有份，我想跑也跑不了啊！你们继续忙你们的，我呢，进去吃点东西啊。咱们以后啊，就当没见过，也别来找我。啊。小二，过来半只烧鸡，半斤烧酒，再给我开间房。好嘞。跑什么跑？快吃啊你！这位英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这种危险的事情，你们就烂在肚子里。哎，好吧，上菜啊！各位英雄，你们到这里全副武装，所为何事啊？我们是为了……大哥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这么机密的事情，请你们借一步说话好吗？这样让我听到多不好。就是为了让你听到啊！是啊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我最近真的被人害得太惨了，放过我好不好啊？可是这真的很重要，因为什么呀你？哎，你怎么这样？我说几遍了，我不想听，你老让我听这听，那听什么呀听？你确定你不听啊？我说了我不听。那好吧，既然兄弟执意如此，我们也不强求你。兄弟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走。谢谢各位理解啊，谢谢。你们不讲信义啊？我没有讲给你听啊。对啊。你们告诉我山上有妖，按理说呢，我确实应该去管一下，但是呢，我实在是打不过他呀。哎，不如这样，我现在下山去看看，你们告诉我他长什么样，我呢，见了他我就装作不认识，咱们呢，就当再也没见过，好吗？这个妖怪啊，叫做黑山老妖，他特别善于伪装，我们也不知道哪个过路的人是他装扮的，所以我们只好先打一顿再说了。而且法力高强，还专门喜欢吸阳气。别说人了，村里的猪啊、牛啊，都快被他吸干了。下山前你要多做做功德，独自遇到他的，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。不过你有可能创造奇迹哦！加油！加油！兄弟啊，我看你还是吃饱喝足了之后再下山吧，这也许是最后一顿呢。不过吃饱了也没有用啊，我一碰到他，你就变成一具干瘪的尸体，真的连你老妈都认不出来呀！我跟你们在一块就安全了呀，你们不也打不过他吗？当然打不过了，我们这么多人，如果遇见了，四散跑开嘛。他随便抓住一个，其他人不就活下来了吗？对啊。好了，既然你这么厉害，你一路保重，我们就不送你了。哎，不送。等等。听你们这么一说，我决定晚上留下来。刚开始呢，我以为只是几个小妖怪，你们几个随随便便就能搞定，没想到他这么厉害。我要是不管，斧头帮帮主的名号怎么办呢？哇！所以我决定留下来。
罩着你们。哇！行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们好好巡逻啊。哦，对了，如果发现黑山老妖的话，记着啊，再来见你。跑呀！明白。我看你啊，身体有点单薄，还有点虚弱。不如这样，你晚上跟着我睡，我呢还好照应着你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的啊。愣着干什么？巡逻去啊！走。终于找到帮手了。是啊，是。哎，走走，巡逻去了，巡逻去了，走。师傅，师傅呀，师傅，师傅呀，师傅！哎呀，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。世界这么大，到哪里去找师傅呀？现在师傅一个人，如果我们不去找他的话，他肯定会被妖怪吃掉的。哎，对，我怎么没想到呀？师傅可能已经被妖怪吃掉了。二师兄说的对呀，那我们走吧。二师兄，这边。师傅都已经死掉了，我们上哪儿去找他呀？哎，要不是大师兄不称职，师傅怎么会死掉的呀？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应该找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来当大师兄，比如我。师傅都已经死了，在这陪你。哎呀，二师兄你好坏啊！人家师傅还没有死嘛。哎，凶多吉少啊，趁早散伙算了。哎呀，你这样说很忘恩负义嘛。哦，姓沙的，你这么讲我很不爽哎。我们两个跟姓唐的话痨混了多久了？每天要走那么远的路，一日三餐都吃素，见到美女也不让多讲两句话，全年无休还没有工钱。我跟你讲，我早就不想干了。哎，二师兄，那你也不能往那边走。我偏往这边走，你管我？那边有妖怪哟。哼，好像还是很厉害的妖怪。哎，二师兄，哎。好危险，还好跑得快。二师兄怎么办呢？好啊，你还要跟妖怪做自我介绍啊？你们要不要做个自我介绍？好啊。妖怪！你们才是妖怪呢！你们全家才是妖怪呢！我想尿尿，你陪陪我一起吧。你听没听见？憋尿对肾不好，我知道你也想尿，你就起来吧。有妖怪啊！快点儿！妖怪来了！你睡觉怎么那么死？打了个呼噜。这你都能睡？行，你不去我自己去。施主，你可能有点上火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长得好面善呀！我靠，又是你这只苍蝇！你叫什么？叫你苍蝇。哎，我大徒弟孙悟空也经常这么叫我啊。不，这一定是在做梦。哎呀，说起做梦啊，我很有心得。我刚刚才穿梭过来，哎，我也经常梦到我的徒弟孙悟空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想我啊。
月光宝盒是不是在你那儿？你怎么知道？拿来，想要？拿来！不行啊，不可以给你。你别磨叽，赶紧拿来。谁呀？谁在那里？什么事？啊，有官兵。有官兵啊。你是谁呀？他呀，我老爸。你老爸？对，他今天晚上想在这住一晚上啊。那他是从哪里来的？西域。西域？怎么没听说过呀？你那么土，你知道什么呀你？啊，好了，这外面不太太平，你们早点回房间休息吧。大哥说的是有道理，那咱们先走一步了啊！赶紧的。好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啊。二兄，没路了啊！逃啊！你们才逃啊！啊！会吸走你的阳气的。臭妖怪，吸阳气的方法那么恶心。喂，你看清楚点啊，这是我的鼻子，怎么样？我的鼻屎好吃吗？啊！我再吸。是阳气呀！那猪也有阳气呀！来，鼻屎给你吃。你快快打我！我的脸很贵的。你不要吓我，你这臭脸花不钱。二兄别玩了，快想办法。不着急呀，看我慢慢收拾他。师弟，给我抱住他，抱好了他。师兄，快跑！我找到大师兄就回来救你啊！把月光宝盒给我，听见没有？这位施主，虽然你很面熟，但是我真的不认识你呀。你认不认识我没关系，但是我认识你呀。你不就是那个唐僧吗？唧唧歪歪那个，赶紧！哎呀，没想到我已经这么火了，已经有粉丝了。哎，你是我的粉丝，我知道了。但是呢，我可以给你签名，我可以送你我的画像。月光宝盒真的不能给你，那盒子是我的。怎么可能？那盒子不是你，他是我大徒弟孙悟空的，怎么会是你？哎呀，你是个骗子，我不要和你玩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孙悟空。你怎么会是孙悟空呢？孙悟空是只豪子，你是个人，虽然你很英俊，但是豪子不是人，人不是豪子，孙悟空不是你，你不是孙悟空啊！你不信的话，就用照妖镜看看，我到底是不是孙悟空。哎，小伙子，我也挺英俊呢。我让你看我呀，大哥！哎呀，不要猴急嘛。哎呀，你真的是悟空了，悟空啊！哎呀，我好想你，你不想我，你不想我不重要，你让我想你呀！师傅，
太想你，哎呀，我好开心呀！我太想你，不如我们去取经啊！你赶紧把月光宝盒给我们在这里，不要急呀，不要着急呀！我干嘛？啊，他想要跟我赏月。阴天哎，哪里有月亮？月亮，在我心中，在他的眼里。哎呦，啊，好了好了，有2个人值班，其他人赶快去睡觉吧。走了，老爸，睡觉去吧。哦。早点睡觉。我来守夜。好，就你守夜吧。走，我们去休息。喂，师弟，醒醒！师弟，喂，刚刚你好勇猛哎，怎么样，没事吧？二师兄是来救我的吗？当然不是啦，我是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。刚刚他就在这里吸的你，所以他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。对，要是他回来，我们俩也有个照应。有你在就好了。二师兄永远想着我，我样样比你强，当然要罩着你啊。谢谢二师兄。我在想，为什么你被他吸了之后没有事情啊？啊，可能是因为我口感太好了，他不想一次吸完。对了，我记得他好像变成我的样子走了耶，这么恶心！你是说黑山老妖恶心，还是我恶心啊？哎呀，算了，不管了，不管了。黑山老妖变成你的样子，一定去干坏事啊！趁他不在，我们赶紧走啊！走，你去探路，你去探路。哎呀，不要这么凶嘛！月光宝盒呢？我问你，月光宝盒在哪？我问你几遍了？什么月光宝盒？哎呀，我现在有时差，刚刚从西域回来，先睡一下觉先。睡什么觉？起来，把月光宝盒先给我。月光宝盒不在我身上。哎呀，别那么豪气，不在这里，别那么豪气。哎，你看你30弟在那里。家在这干什么呀？不如我们去找他。躺下！不要那么豪气，真的不在这里，不在这里呀！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，月光宝盒拿出来，不然我打死你！干什么呀？快装睡，那不是你30弟，那是妖怪，快装睡！在吸阳气，别说话，快装睡。希望他等下吸饱了之后就不会想吸我们。哦。
闭上眼睛，双手合十，深呼吸，幻想自己身处在一片溪水边，能闻到树木的清香，能听到小鸟的歌唱。呼吸，呼吸。现在我们睁开眼睛，开始下一个动作。哇，你干嘛？美人儿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在带大家陶冶情操啊，你们要不要一起啊？当然，只要能跟美人在一起，我什么都愿意呀。闭嘴！谁到中间跟他玩命？吵就吵，不要吵啊！哎，要平和，跟我一起啊，呼吸。不要震波好不好？是呼吸。哎，好，不展了，不展了。跟我一样啊，闭上眼睛，深吸气。会不会太草率？这样真的像我？哎呀，管不了那么多啦，就当写意派啦。反正你们那么熟，他应该认得出来你的。哎，你确定吗？我这样会不会连我妈妈都认不出我了呢？没事儿，我认出来就行了。悟空啊，悟空！哎，施主你好，阿弥陀，有没有看到悟空啊？师傅，大师兄在这里。你说什么呢？他怎么可能是悟空呢？我跟悟空那么熟，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吗？看见没有？连他都认不出我了，还让我去找什么黑山老妖，让我去送死啊！我不去。阿弥陀佛，这个声音太熟悉了，你不会真的是悟空吧？让为师看一下。你们真的太草率了。哎呀，他好疼啊！忍一下啊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不可以粘呢，这个是在这个地方呢。真的可以？真的可以，真没问题？真的没问题。我觉得我像向日葵啊。真的像吗？我怎么觉得不大像？像什么？你看我像向日葵吗？还真像向日葵，像你个头啊！看不出来我是只猴子。你不认识我呀？大圣，什么地方做的造型啊？这么漂亮，还差点认不出来呢。没想到我打扮成这个样子，也能被你认出来。看来你真的是瞎呀！你敢骂我？大圣那是抬举我。我们进去坐坐。师傅呀，大师兄好像成功了耶。我们就得等他回来吧。傻妞，刚才进黑山老妖洞穴的人，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呢？好像是孙悟空。肯定是。你没听老妖管他叫大圣吗？除了他，还能有谁？哟，那咱们得赶紧去告诉大王啊！
又有唐僧，又有孙悟空，这回可是立大功了啊！大王一定会大大的赏赐咱们的。没错。是大大的赏赐我，傻子。我一路果然神清气爽呀！快上菜，饿死我了！喂，怎么全是草啊？肉呢？我要吃肉啊！昨天才答应我的，今天又忘了。美人儿，我是答应过你不杀生，可是没说不吃肉啊。不杀生哪来的肉啊？就知道你们这些臭男人最不可信了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想来你对感情也一定是这样。这次骗了我一次，以后岂不要骗我一辈子？哎，美人，你别生气呀！我老牛跟别的臭男人不一样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呀。不信我证明给你看。我们是牛嘛，当然得吃草了，要不然吃肉啊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番茄好鲜艳啊，有一股浓郁的粪便味道，天然无公害，肯定没打农药。对啊，所以说让你多吃嘛，就知道你最好了。来，多吃一点，张嘴。这个是不是？来，美人啊，我一天又练瑜伽又写书法，这么辛苦，是不是应该给我点奖励呀？对啊，有点奖励才能事半功倍啊。没错。哎呀，奖励你点什么呢？啊，有了。美人不但美，还如此开放。快来呀，闭上眼睛。哎呀，美人，你不是说奖励我的吗？对呀，今天的风啊，清爽又不失温润，哎，正适合修身养性，这是大自然多好的馈赠啊！你就闭上眼睛，慢慢体会吧。哎呀，体会什么呀？你不在我怎么体会啊？来，哎呀，走，这就是我的陋室，看看怎么样？没想到你一个堂堂的黑山老妖，住的地方连一个山贼都不如。穷乡僻壤的，怎么比得上大圣的水帘洞呢？水帘洞？你想什么呢？啊，就你这破地方能跟水帘洞比吗？连水帘洞一半好都没有。要不，跟我当山贼去？只要你去了，我保证你享受荣华富贵，美女千千万。工资高不高？只要你来，工资你想要多少我都给你。那我怎么联系那边？你是不是傻？还用联系？我随便一个招呼，搞定。兄弟就是有面子，多谢了。就是这个，我呀有个事情想跟你说一下。说。这边。来，大圣坐。
我听说你昨天吸了几个人啊？唉，是啊，还不是因为这张脸吗？现在不像以前，吸几个人还要偷偷摸摸的。昨天好像差点被炸死。没事，别哭。我看这样吧，既然你现在已经选择了做山贼，不如你把那些人的阳气都还回去。毕竟你带着前科，这上山不容易啊。我把阳气还回去，那我还有脸见人吗？你这脸本来就见不得人嘛。你看看那些人的皮肤，哎呦，那粗糙的那个样子，脸色又暗淡无光，你吃他妈有什么用啊？等你上了五岳山，我给你找几个细皮嫩肉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我愿意吸他们？又脏又丑的，我还不是因为你啊！你说什么？因为我？要不是你捣乱那个唐僧宴，我早就吃到那个唐僧肉了，我早就长生不老，我早就青春有助了，我会在这儿受委屈吗？我看你最近细皮嫩肉的，日子过得不错嘛。你要是兄弟讲义气的话，就分点阳气给我吧。不，你这个人太不讲义气了。刚才还在那跟我称兄道弟呢，现在就要吸我呀？妖怪讲什么义气啊？你让我吸，你就是我兄弟；你要不让我吸，我还是吸了你，然后把你杀了。唐僧，我带你去找。你说什么？唐僧嘛，长生不老嘛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那还等什么？走啊！走！所以说啊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呀？我为了入地狱呀，要让你先下地狱呀。有情况。哎，怎么了？大师兄和黑山老妖打起来了啊！打赢了没有啊？没有。那怎么办呀？大师兄是不是要死？哎，师傅，如果大师兄死了，我是不是就大师兄了？突然觉得肩上担子好重哎。阿弥陀佛。哦，你妹呀！到底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大师兄安全了。哎呀，我就知道悟空神通广大，没那么容易死的。大师兄真聪明，他说要带黑山老妖来吃师傅，黑山老妖就把他放了。果然机智啊！唐僧呢？刚就在这儿啊！你瞎还是我瞎啊？不是，那我明明刚刚就在这儿嘛！不是，你先别急啊，咱们慢慢找，一定能找到的。我杀了你！你听我解释呀！没什么。你怎么不吃？菜不够胃口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。那你多吃一点啊。好。美人儿，能不能把这2根蜡烛先拿走？感觉像灵堂一样怪怪的。你不喜欢啊？我觉得挺好的呀，挺浪漫的。你不喜欢就拿走吧。没有，喜欢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帮你啊。不用麻烦了。哎，我帮你。哎，来，深呼吸，松手。帮你啊，1、2。不要啊！没事吧？没事。短了。啊，对不起。
事，你们继续，我去趟茅房。好，你慢点。再帮我一把。大王，你怎么了？大王，你这写的是什么呀？受不了了，老牛不干了！大王，你怎么了？大王，你怎么了？大王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大王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干嘛？大王，你那么害怕，是不是夫人又来了？疯牛啊，一言难尽呐！当初跟那个黄脸婆在一起的时候，每天非一打即骂；现在换了紫霞吧，每天忍饥又挨饿呀。疯牛啊！哎呀，谢谢大王，你可得吸取我的教训呀！这过日子还是得找个男的。放屁，口味真重啊你！那找什么样的？当然是找个年轻漂亮的了。落在女人手里啊，反正都是个死，倒不如来个风流鬼的好。大王说的有道理。我拍马屁，你找我干嘛？我找到唐僧了，在哪里？他和孙悟空在一起。什么？但是他被黑山老妖抓了，后来又放了，后来又抓起来了。能不能说的简单一点？可以。孙悟空跟唐僧出现在黑风岭，然后黑山老妖来了，要吸他们的元气。孙悟空先带着唐僧抓黑山老妖，又带着黑山老妖抓唐僧。结果唐僧跑了，黑山老妖生气了，现在要把孙悟空吃掉。再简单点儿，就是黑山老妖抓唐僧和孙悟空，唐僧不知道用了什么法物可以时隐时现的，现在黑山老妖要吃了孙悟空撒气。黑山老妖怎么可能打得过孙悟空呢？臭猴子一定有什么阴谋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们得躲他远一点，大王。当然不是了，你刚才说唐僧现在若隐若现，一定是金蝉子显灵了，这个时候吃他最好不过了。对呀。
嗯。